靈島惠諭，作者慕安德烈，大祭司和他的代求。凡靠着他進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為他是長遠活着，替他們祈求。像這樣的大祭司，原是與我們合宜的。以色列人中，利未人祭司與大祭司之間是有天壤之別的。唯有大祭司一人能夠接近那萬軍之主，他戴着金色冠冕，歸耶和華為聖。那贖罪日的大日子來臨，他船要借代求背負百姓一切罪孽。一般的祭司每天到神跟前獻祭後，便出嚟為百姓祝福。大祭司跟祭司的職責極其不同。不過兩者間更重要的差別，乃在於合一。祭司要與大祭司合為一體，與他分嘗神所賜的能力，在神跟前領受福分，並且把它分給百姓。我們天上的大祭司也是一樣，他本身已具備神的權柄，透過永不歇息的代求，充付那裏供應百姓所需用的。然而他與為他作工的君尊祭司之間雖然存看無限的距離，他與他子民之間的合一與相交卻不只是無限，且更是變化萬千。他把從天父得來的恩福賜給我們，免子民透過熱切的祈求得到他的供應，並且分給那些願意驗證他及代表他的人。假如基督徒只是顧念自己蒙神拯救，設法保存得救的生命不致失落，他們就永遠不會明白神呼召他們為人代求的能力。不過他們一旦曉得救贖的真義就是與耶穌的生命合而為一，讓他真正在他們裡面居住和作工，並且願意把他們的生命、生活、工作，甚至心思意念完全獻給耶穌，以自己得享君尊祭司職任為至樂時，教會自然會穿上能力的外袍，使他不管與神或與人相交，都能證實他已經有了基督的樣式和能力。願神開放我們的心靈，叫我們知道和向人證實君尊祭司的意義。若奉耶穌的名生活與禱告，無論求什麼，總必得着。主耶穌，我們聖潔的大祭司，求你把聖潔祭司的靈吹進我們心裡。阿門。